聖經記載，世界上有一位獨一嘅真神，皇冠代表上帝。上帝創造宇宙萬物，創造地球，創造人類。佢創造人類有一個美好的計劃，就係要我哋同他建立關係。通過呢種關係，我哋可以認識佢、愛佢、榮耀佢。但係人類嘅始祖一開始就拒絕上帝，照自己嘅方式生活。我哋想喺呢個世界上成為自己嘅王，我哋拒絕了上帝，所以我哋唔認識佢，唔愛佢，亦唔會榮耀佢。聖經將呢種違背上帝嘅悖逆態度稱之為罪。罪令我哋同上帝分離，導致靈性上嘅死亡。靈性上嘅死亡意味着我哋同上帝隔絕。這種隔絕令我哋生活到黑暗之中，因為聖經話上帝係光。聖經仲講到上帝係愛，但當冇咗同上帝嘅關係，我哋無法真正感受到愛，反而覺得空虛。即使我哋喺罪惡和黑暗裏面，上帝仍然愛我哋。所以上帝為我哋預備咗一個美好的計劃，他差派佢嘅獨生子耶穌降臨到呢個世界。耶穌同我哋好唔同，佢完全認識上帝，愛上帝，亦都榮耀上帝。佢信服上帝，佢唔會根據自己嘅意願生活。所以耶穌係冇罪嘅，佢係完美嘅，佢知道上帝嘅愛同偉大，所以佢唔單止愛上帝，亦愛每一個人，包括你同我。人類拒絕咗上帝，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呢個係出於上帝完美嘅計劃。上帝俾耶穌為我哋嘅罪死，嚟拯救我哋脫離死亡。好消息係3日以後，聖經記載耶穌由死而復活，之後有500幾個人見過佢。佢嘅復活向我哋顯示佢有嚟自上帝嘅權柄。通過呢一種權柄，耶穌能夠赦免我哋嘅罪，恢復我哋同上帝嘅關係，並賜我哋永生。永生唔係指我哋嘅肉身永遠都唔會死，而係指就算肉身死亡，我哋仍然擁有同上帝嘅關係同埋永恆嘅生命。聖經仲講到，人生只有2條路可以揀，第一條係繼續行自己嘅路，呢條路通向罪惡、死亡、空虛和黑暗。上帝邀請我哋行另一條路，就係佢為我哋預備好嘅道路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只要你認罪悔改，信靠耶穌，接受佢成為自己的救主，並跟隨上帝的道路。如果今日你願意相信上帝，並俾佢做你生命嘅主，你可以咁樣向上帝禱告：主啊，我相信你係呢個世界上獨一嘅真神。我承認我犯罪，得罪咗你，我願意改過，同接受耶穌做我嘅救主。耶穌啊，我相信你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你死後3天復活，直到依家。我相信你能夠俾我永恆嘅生命。我請求你原諒我嘅罪，並邀請你成為我嘅救主同生命嘅主。今日我信靠你，亦都願意行喺你為我預備嘅路。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祈求，阿門。